我明白兇手嘅動機，騎呢神探查案手法層出不窮，我咩都肯做㗎。可惜講到妻兒無計可施，見激動。要我處佢？屬下唔係我嘅。10月19日星期六晚8點半，開心劇場神探方天茂隆重登場。我就聰明絕頂嘅方天茂。天子為主。活在这时代，受过什么伤害？每个人都是成人脸孔小孩。别小青蛙没有见过大海，在河边一样可以自由自在。我最讨厌就是没事悲哀。长大了后，我什么都会。现在流行。不随便流眼泪，别说我太糊涂，我说我幸福，我生日有人为我庆祝。别说我太糊涂，我说我幸福，我伤心有人为我痛哭。傻仔叫邊個啊？唔准入去嘅咪傻仔咯。咁即係入到嚟就唔係傻仔啦，係嘛？睇唔真啊嘛，嚟多次。夠膽掂多下？就一齊賽跑，最後全部俾人打死晒，最後剩翻6隻。因為第6隻係公正、